好，之前為各位鄉親報道過，雲林有一個騎奧多擺的這個男性吼，落雨天騎，而且迄個人的姿勢，你學這個 Superman 同款吼，用這個姿勢非常的危險。其實啊，已經用公共危險罪啊來打函送，但是啊，伊個是唔驚呢，繼續用這款的姿勢，這個個叫人看到，而且個上紅燈啊。警方就表示啊，這屢犯不改啊，相關當罰3萬6啊，佮加上已經罪行違規8張罰單來開罰10萬，再一次按照公共危險罪送辦，而且要將伊的機車來打銬起來。天頂正面衝出一台騎正緊的奧多擺，直接陣啊弄過，好看到人行一條，看一個真拄只騎過去迄台奧多擺，騎車人這個姿勢會感覺面熟面生。因為伊騎車的姿勢真特殊，規人趴咧頭，強要挖這個手環，規人袂輸干咧是咧學超人的姿勢，互人看了後都袂去放袂記，而且伊毋若頭一擺用這個姿勢咧騎車，4、5工前，無人看到佇雲林的市東鄉用風超人向前飛的姿勢，落雨天佇大路用這款姿勢咧騎奧多擺。還蠻危險的，因為不小心他又打滑了。你在路上有看過他嗎？看過啊，閃避不及的話，又造成2次傷害啊。偏港會不會比較不好？會啊。頂擺這位機車超人，警方已經甲銬牌，並且依照公共危險罪嫌函送。警方累計有開出8張交通違規的罰單，包含危險駕駛、闖紅燈、無照駕駛，並於6月10日吊扣該機車車牌，罰款計新台幣10萬餘元。想要到這擺，又閣拍咧騎車，互民眾翕到影片佇網絡裡流傳。雲林的警方嘛留言講，伊已經犯法，上濟會當罰3萬6千塊。除了銬牌以外，因為伊是屢犯，這擺就可能會扣車，袂閣互伊拍咧騎車。